拉姆納拉揚拉姆，自從上帝創造地球以來，無論你稱他為上帝還是安拉，他一直在告訴人們要學習自然，但人們卻不去研究自然，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宗教和眾聖上。人們應該向太陽學習，因為他把光芒灑向地球的每一個角落，他無私地奉獻，從不索取回報。太陽努力地工作保護地球，但有一天他也會消失。即使在今天一些村莊裏，人們仍然用煤爐做飯，這些爐子產生的煙因為有空氣而飄散到天空中。想像一下，如果地球上沒有空氣，那煙霧就不會擴散，而是停留在一個地方，這會給人們帶來很大的麻煩。因此人類應該尊重空氣的原理，它的行為理想和犧牲精神。從頭到腳人體的70是水，我們體內的熱量本質上來自太陽，我們的血液由心臟淨化並分佈到全身，這一過程從生命開始直到死亡結束，每個人都應當遵循自然的教導。樹木、植物、空氣和水不會傷害自然，它們賦予生命。地球上有很多污染，而這些污染都是人類造成的。如今地球上的戰爭根源在於個人的佔有欲，這些戰爭是為了金錢、驕傲和地底下的礦產資源而打的。只要對地球的佔有與私有意識存在，一切就不會改變。如果一個人出生在富裕家庭，他就自動變得富有，這種制度存在着嚴重缺陷。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致富的機會，即使我們有了憲法，悲傷仍未從地球上消失，貧困依然存在。英迪拉甘地曾說過要消除貧困，但他消除的不是貧困，而是窮人。過去當導演給演員劇本時，他們不在乎劇本裏寫了什麼，他們只是照本宣科，有時反對宗教，有時支持宗教。今天這些演員和女演員進入了政界，仍然在扮演同樣的角色，他們說什麼是由劇本決定的，如果不說就得不到下次選舉的提名，這已經變成了他們的政治生意。因此人們不應追隨明星，也不應盲目相信他們推崇的宗教或理念，他們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。在民主制度中，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喜歡候選人的自由，但人們卻常被欺騙，無法獨立思考，他們根據別人的話做決定。因此我呼籲民眾請做出你自己的判斷，不要盲目跟從他人。我們必須為未來的世代做些好事，為他們留下一個更好的環境和乾淨的水。僅僅留下金錢是不夠的，人們應該覺醒。莫迪總理應當將個人憲政的統治轉變為自然法則的統治。人們希望莫迪為國家做好事，因此他應當不負眾望，他應當詢問每一個人的問題與困難。地球上不應有種姓制度或任何歧視，我們必須為未來的孩子們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，而不僅僅是汽車和房屋。人們應該熱愛自然，遵循自然的法則，重念拉姆納拉揚拉姆，能讓心靈獲得平靜。